决斯坦的一个宗教学者的整个家庭被任意拘留。根据最新消息，在和田区墨鱼县，50岁的阿卜杜拉江大毛拉被当局逮捕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也被拘留。阿卜杜拉江大毛拉曾在墨鱼县伊斯兰教协会和东突厥斯坦其他地区任职。美国联邦参议员通过一项法案，针对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作为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密切监督大批维吾尔人关押在再教营情况，并考虑对负有责任的官员施予制裁。共同提出法案的2位参议员卢比奥及梅南德兹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参议员通过法案后，对于制止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大规模逼害维吾尔人的情况是踏出重要的一步。该法案要求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对于中国打压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其中国国务院每年需汇报中国镇压维吾尔族的人权情况。法案还要求美国情报机构保护美国公民和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受到中国骚扰和恐吓。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医院有30多名维吾尔医生和人员受到任意拘押。据最新消息，在喀什地区第一医院，包括专家医生阿布都克优姆、塔瓦库尔和埃尼瓦尔阿布都克热木在内的30多名医生、护士和人员被中国警察逮捕。目前他们在集中营里被拘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们因自己的影响力和成就而被拘留。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1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方面近期发表的有意吞并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地区的言论表示严重关切。上述欧洲5国当天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说，以方一旦将该想法付诸实施，将严重践踏国际法。据报道，五角大楼计划派遣150名士兵前往叙利亚东北部。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计划涉及美国和土耳其正在开展联合活动的结果。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士兵将执行什么任务，但五角大楼和中央司令部还没有回应安纳托利亚新闻社的评论请求。